大家好，我係 Y2K 大樹陳明恩，我係 Y2K 木頭永嘉。咁呢2日就颱風天啦，我哋 Y2K 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分享下一啲搞笑嘅新聞先啦。咁啊，首先咧就係嚟緊咧就12月份會有立法會選舉啦。好多政黨咧，尤其係泛民嘅政黨咧，好忐忑，諗緊究竟自己應唔應該出選啦。咁啊，講到咧呢個最近民主黨咧就出嚟咗結果啦，結果出嚟咧就竟然冇人願意出嚟參選呢個立法會喎。咁呢件事咧，可能有一啲觀眾咧都覺得係意料中事啦。咁但係有一位民主黨嘅創黨元老阿李華明咧，非常之嬲怒咁樣咧，就係串呢一個現任嘅主席阿羅健熙啊，就覺得咧佢咁樣帶領個黨唔參加選舉咧，就絕對係錯誤嘅。而李華明更加喺節目上邊咧就爆出咗自己咧一啲好緊要嘅秘密啊！點解咧佢嚟緊會打算不惜咧要離開佢自己嘅親生仔呢一個民主黨，而且要自己披甲上陣去參選立法會。而另外咧都會講下呢個黑暴電影就冇喺香港上映嘅少年啊，佢就走咗去呢個台灣省嗰度咧參加呢一啲嘅電影比賽啦，咁就入圍咗。今日就想同大家分析下咧佢係點樣抹黑我哋香港，想洗白一班黑暴啊！而今日最爆嘅咧，亦都係大家需要去注意小心啦。颱風天咧，大家盡量都留喺屋企。不過咧，如果出街又見到一啲西人樣，又唔係好友善嘅人咧，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喺前日嘅晚上咧，喺西環嗰一邊咧就發生咗一單非常之得人驚嘅命案啊！就係一個的士司機咧，佢就俾一個31歲嘅都可以叫青年啊，而亦都證實咗佢係一個黑暴青年咧，就去戒頸啊。然後咧的士司機咧就過咗身，而而家呢個西人青年咧就正在咧喺度逃亡緊，唔知佢匿咗去邊度，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今日就會同大家講下啦。除咗本地時事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下國際時事啦。咁就搞咗一個咧所謂嘅新疆維吾爾族法庭啊，你知唔知啊？係真法庭嚟㗎？就梗係假㗎啦，係咪？即係西人整咗個咁樣嘅法庭啦，去公審我哋國家，就希望咧可以繼續用新疆嘅問題咧去制衡我哋國家嘅。咁但係咧，我話俾你聽，事件真係爆出好多嘅笑料啊！今日真係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法庭咧出現咗啲咩差池啊！你知唔知原來咧佢哋啲證人咧係有證人嘅費用嘅，仲要係金額唔細添嘅，咁吸引人。係啊，真係好好做啊呢份工，而且其實都唔好做，因為一人要分析幾局嘅。哦，呢份工都唔容易做。係啊，要分身嘅。咁今集都會同大家講下。咁喺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哋 Y2K 大樹木頭嘅頻道，撳埋旁邊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一條影片噶啦。中意我哋影片支持我哋，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更加多人可以明辨是非嘅。要明辨是非，就要睇 Y2K。咁嚟緊12月份咧就會有立法會選舉啦。民主黨黨內咧就有一個問題急切要去處理啦，究竟排唔排人參選？咁喺前日咧，佢哋嘅提名期就正式截止啦。而民主黨而家嘅主席羅健熙咧就出嚟講啦，佢就話咧黨內嘅提名結果顯示啊，除咗有其中一名嘅黨友，即係講緊呢個韓東方咧，就有意去嘗試去參選啦，但係咧佢結果都攞唔到足夠嘅提名之外咧，其他民主黨黨內嘅人咧都係冇參選嘅意欲嘅，所以佢就即係斷言啦，如無意外咧，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咧，民主黨咧係唔會有代表去參與㗎，而未來咧，咁當然佢會留翻個後門啦。未來咧仲會唔會參選咧，就需要再傾。咁啊強調咧，民主黨咧會繼續佢哋嘅地區工作。咁呢個時候咧，一直主張民主黨要參選嘅創黨元老阿李華明咧就出嚟質疑啦，佢就覺得咧，民主黨喺冇立法會議員嘅情況底下去做地區工作，真係談何容易啊！非常之困難嘅事啊！而李華明又指咧，自己而家咧已經成為咗民主黨黨內嘅一啲異見分子啊，即係意思係少數啦。咁咧，佢亦都有意退黨。李華明講呢番説話嘅時候，其實佢係上緊去一個電台節目啊。咁佢講下非常之燥底啦。咁佢就隔空咧喺度串呢個羅健熙啊。佢就話：如果講到民主黨嘅地區工作咧，其實基本上喺反對派嗰邊咧係叫做數一數二啦。我相信講泛民啦，佢自己話自己係啦，自認係啦嚇。其他黨就直頭係瞓喺度贏嘅，係唔打算做嘅。OK。你都意思其他嗰啲政黨可能就係嗌下口號，係啊，即係都冇咩政績做到咁嘅意思啦。但係李華明就講到，如果佢哋係冇議員嘅身份啦，民主黨嗰一啲人只係全部變晒做咩社區聯絡主任啊，或者聯絡主任等等咧，政府咧基本上係唔會騷佢哋啦。咁佢就覺得羅健熙咧係冇可能唔知道呢一個事實嘅，即係如果佢決定唔參選嘅話，佢哋會遇到好多工作上面嘅
困難啦。嗯。咁李華明就話啦，雖然羅健熙咧就喺度講到民主黨係會繼續喺地區嗰度工作，但係佢就篤穿咗阿羅健熙呢個大話啦。佢就覺得佢呢個講法咧基本上係不切實際㗎，就叫阿羅健熙咧唔好再自欺欺人啦。咁講真啦，如果一個冇政治影響力嘅政黨咧，其實美國主子都唔會再 support 呢個政黨啦，就係咁簡單啫嘛。而唔係淨係我咁講嘅喎，李華明之後所講嘅一番説話咧，其實就係證實咗我啱啱所講嘅嘢啊。咁因為李華明透露咗咧，原來佢一直以嚟咧喺民主黨咧就唔係冇參與黨務。李華明負責嘅範疇咧就係籌款。以前民主黨咧一路仲推緊人出嚟參選嘅時候咧，咁佢籌款就容易啲啦，因為咧籌款咧都可以話係為選舉籌款啊嘛。咁而家你又唔出去參選，又冇派人出嚟，咁即係唔使籌啦。佢都冇藉口去籌啊！咁啊，再加上民主黨如果決定係唔參選嘅話咧，就直頭意思就係冇咗呢個政治影響力啦。咁啊，基本上佢去籌款嘅對象咧，嗱，大家諗下係邊個啦？究竟係一啲市民啦，定還是係美國主子啦都好啦，根本咧就唔會再捐錢俾民主黨啦。咁啊，因為籌唔到期嘅關係咧，佢冇辦法再喺民主黨嗰度效力啦。我唔知呢個真係有夠牽強嘅藉口。嗱，咁籌唔到款，其實係成個黨嘅問題啊！咁點解你會覺得即係籌唔到款，你可以去做其他嘢打雜都得噶嘛？係咪啊？你可以去拉橫額都得，都係一個貢獻啦。但係佢就話嗱，籌唔到款咧，咁就冇辦法再幫民主黨去做事咁樣啦。咁佢就講到佢自己咧之後留喺度咧，都唔知做咩好啦咁樣。咁其實老老實實講，我覺得啦，佢咧係講緊好難再撈到油水，攞唔到行政費，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冇油水食咧，就明言要退黨啦。咁佢就話退黨對於佢嚟講當然係一個好難嘅決定啦，因為佢作為呢個創黨成員，其實即係爸爸嚟㗎啦。咁啊呢個民主黨好俾佢個仔啦。咁啊佢亦都好愛民主黨嘅，所以佢就聲明自己唔會第一時間退黨。咁亦都歡迎咧呢個民主黨嘅領導層，其實即係講緊羅健熙嗰堆人啦，或者係背後有一啲打識嘅人啦，就去同呢個李華明溝通咧，就挽留佢啊。咁佢就發脾氣咧，就話如果咧佢哋唔理我嘅話咧，我咧好快就會決定要退黨噶啦。但係佢就強調啦，係唔係退黨之後咧會去披甲上陣去選舉咧，再外加籌款咧，之後咧就會係佢自己嘅 business 啦，就 none of their business 啦，即係唔關佢哋嘅事。OK，佢自己嘅 business 唔係佢自己嗰啲問題，係佢自己個生意嗰個 business。冇錯，就係咁樣啦。喂，但係好揾真眼啦。OK，咁喂，既然我自己都要籌啦，你哋又冇人出嚟，我梗係籌俾我自己啦，仲幫你哋籌埋啊，索索地啊，你哋咁。咁李華明呢一挺咧，其實就正式咁示範咗呢班攬炒派政棍咧可以有幾現實。平日咧就坐喺後面度印印腳咧，涼住冷氣咁樣收錢啦，去收下啲行政費咁樣啦。但係講到要身水身汗衝出去落手落腳搞破壞，甚至咧落手落腳去舉牌仔咧，佢都係唔願意嘅，唔使指意佢會做啊。OK， 冇錢啊冇情講。雖然咧佢係非常之愛民主黨，但係咧如果阻住佢揾食嘅話咧，自己個仔都冇情講，咁就好快咧要同民主黨講拜拜啦。而嗰班黑暴青年咧，其實咧裏裏外外咧都應該喺呢個過程入邊都會睇到民主黨呢班人其實就係喺後面嗰度收錢，佢哋應該係憎恨呢啲攬炒派政棍先啱啦。咁但係總有啲人咧，佢就係其實事實已經擺喺眼前咧，佢哋係唔願意相信㗎，仲更加咧係用盡一切方法去唱衰我哋嘅國家同埋唱衰我哋特區政府警察啦。咁最近呢個以黑暴運動期間呢個輕生者搜救隊為主線脈絡而製作出嚟嘅一套電影《少年》咧，早前咧就入圍咗第58屆台灣省嘅金馬獎。咁啊呢套電影咧其實就都係啲撐暴分子啦，就係呢個任俠同埋陳力去做監製嘅呢一套電影咧，基本上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佢只有一個目標嘅啫，就係去選擇性咁樣去用一啲2019年同埋2020年間咧一啲黑暴街頭嘅紀錄影像，就用呢啲影像咧就穿插佢哋成套戲啦，咁就去包裝佢嗰個主線脈絡啊，意圖咧就係洗白一班黑暴咧喺香港所作所為啊，咁啊好似整到係一部咧真實嘅紀錄片咁樣，咁就去放俾世界各地嘅人咧就去唱衰我哋香港咁樣啦。咁例如呢套電影嘅開頭咧就係用咗金鐘道警民對峙嘅場口啦，片尾咧就用咗佢哋擔住啲遮咧喺度遊行懶係和平嘅影像啦。明明就係黑暴嘅犯罪分子啦，但係咧就將佢變成係即係好似好有正義咁嘅少年啦，亦都好和平嘅少年啦。咁成套戲咧，你唔會見到佢哋係用黑暴冇人性去燒市民嘅片咧就放出嚟，亦都唔會去使用咧佢哋喺機場嗰度非法禁錮同埋襲擊環時記者嘅片段擺出嚟噶。而佢哋咧喺度掉燃燒彈嘅嗰啲情節咧喺電影入邊就只係用剪影去交代。
即係都唔出樣啊！咁啊，完全咧就係想去立咗嗰個道德高地啦，去淡化咗佢哋喺香港所做嘅一啲暴行啊，而且咧就去抹黑我哋嘅警隊同埋特區政府啦。咁呢套電影咧其實都仲係未上映嘅，但係咧佢就專登喺片尾嗰度咧用一個好大嘅字幕就打出咧呢一套片係香港不能公映呢幾個字嘅。咁但係喺呢度咧，我真係好想要講清楚啦。經過了解之後咧，就發現其實佢哋呢個團隊咧，其實根本上咧係佢哋唔願意將佢哋呢部電影咧去交到香港電檢處嗰度做審查，因為其實佢哋自己都身有事，知道佢哋咧拍呢一類型嘅電影咧係一定需要有一定程度嘅修改啦，或者係剪輯啦，而佢哋係唔願意咁樣做，仲要透過呢啲電影去美化佢哋喺香港所做嘅暴行，或者我哋可以話係恐怖活動啦。而喺度咧，我就想帶出呢一啲國際嘅標準啦。其實拍電影咧當然係有佢嘅自由啦，但係呢個自由咧同言論自由一樣咧，都唔係冇限制嘅。即係如果你拍一部電影喺美國嗰度上映啦，你都一定係要經過美國相關嘅一啲電影審查機構咧，係去睇咗你嗰套電影嘅意識有冇啲咩問題，有冇一啲煽動暴行嘅情況出現先。咁啊，如果咧有問題嘅話，都係要做修改啦，甚至咧係講緊要被取消 cancel 咗成個項目都唔定㗎。其實咧喺01年911事件發生咗之後咧，有好大量嘅美國電影咧都要作出修改情節，甚至係被取消嘅一個步驟啊。咁當其時就有一套電影啦，就係詹士金馬倫嘅一套電影咧，就係由阿諾舒華辛力加去主演嘅真實謊言續集啊。咁呢套嘢咧其實係講緊一啲恐怖主義啊，即係點樣運炸彈啊各樣嘅嘢啦。咁而喺911事件發生咗之後咧，直頭成個項目咧係唔俾佢繼續進行，因為佢哋所用嘅題目嗰啲題材咧實在係太敏感啦。咁嗰個拍攝團隊都冇好大嘅意義啦，唔係好似少年呢個團隊咁樣係咁去批評政府啊成啦。咁啊，因為呢個團隊都知道咧，呢個恐怖主義咧喺嗰一個 moment 嘅美國咧就唔再係一件可以輕視嘅事件，所以咧都直頭咧就都好配合局方咧就唔再拍呢一個電影啦。你唔好話係拍一啲關於恐怖分子嘅嘢啊，甚至係講緊2002年發行嘅蜘蛛俠咧，蜘蛛俠隻眼係好大嘅。咁佢入邊咧就反映咗係一個世貿中心嘅倒影嚟嘅，直頭咧將佢彈翻轉頭咧，要嗰一個嘅拍攝團隊同埋製作團隊咧去改過佢嗰份 poster， 要整走嗰個世貿大廈，變咗第二個。整走個世貿大廈？敏感唔可以出現咯，佢驚啲人諗翻起當其時911嘅時候嗰一啲悲傷嘅情緒啊。其實喺蜘蛛俠呢一件事入邊就係話俾你聽，連出現都唔可以出現咯。個世貿大廈就係咁敏感，咁你諗下美國嘅 case 係連出現都唔可能嘅時候，你唔好同我講可以喺美國嗰度拍一輯去美化911事件嘅故事啦，直頭開拍都唔使旨意，直頭係 FBI 嚟查你添啦。咁所以就話俾你聽，呢一個少年咧，根本佢而家拍緊呢一個關於黑暴嘅事件咧，其實佢就係一路喺度美化緊啲恐怖主義同埋呢啲黑暴事件。咁你點會覺得可以喺香港嗰度上到映咧？我甚至覺得根本呢班人製作團隊咧，如果佢哋仲喺香港嘅話咧，我覺得佢哋應該係要受到國安處嘅調查咯，因為佢哋就係美化緊恐怖主義嘅一啲活動嚟嘅咯。而我哋如果唔制止呢一啲喺度美化緊暴力咧，我相信咧嚟緊我講嘅呢一單新聞嘅事件咧會經常發生啦，亦都係講一啲非常恐怖嘅罪行啦。咁就講到前晚咧喺西環嗰度有一個開通宵更嘅的士哥哥咧，佢咧就非常之唔好彩啦，就遭遇到一個西人黑暴分子啊，咁啊竟然咧係俾佢咧戒頸，然後咧當場送院不治。咁喺調查所得啦，呢一名的士哥咧就疑似咧係同呢一個外籍嘅乘客咧就有一啲爭執啦。咁啊期間咧，咁啊對方咧就發癲啦，立起呢個利器咧就界向呢個的士司機嘅頸部，然後咧佢哋喺落車咧仲一團扭打咁樣啦，就打到去20米以外，離架車20米以外嘅地方咧，的士司機咧就頂唔順啦，就攣咗喺地下。咁喺後來就有一啲途人見到呢個的士司機受傷咧，就報警啦，跟住將佢送到去醫院之後咧，喺琴日嘅朝早咧就證實呢個司機哥哥咧就不治啦，就過咗身啦。咁咧警方咧原本咧就將呢一單案咧係列做傷人案，而家咧就改成案咁處理啦，就正在去追緝緊咧呢一個外籍男士嘅去向。咁警方都好火速咁樣去調查，因為你見到佢嗰個犯案手法都非常之恐怖啊，一定要快啲捉到呢個人啦，如果唔係驚更加多人去受害啦。警方咧揾到附近天眼嘅片段咧，就去重組翻當其時案發嘅過程，咁亦都循住嗰一啲 hints 咧，就揾到呢個男子犯案嘅一啲兇器啦，同埋佢嘅外衣啦，去抌咗嘅一啲物件啦。
咁啊全部都係有血跡㗎啦。咁而警方更加初步鎖定呢一個嫌疑人嘅身份咧，係一個叫做蔡南新嘅男人。咁啊呢個男人咧點解會揾到佢係咩名咧？好顯然就係因為佢有案底啦，或者佢之前係犯過事啦。咁啊大家聽我講埋就知㗎啦。咁佢咧就其實係外國混血兒嚟嘅，咁啊係混南非種啦。咁啊佢嘅年約30歲啦，高就1.78米，咁啊頭髮係黑色嘅。佢案發嘅時候咧就着住黑色短袖上衣、深色短褲同埋深色嘅波鞋。咁翻查過佢嘅資料就發現呢一名男子咧，佢係有暴力案件嘅記錄同埋精神病患記錄㗎。咁啊佢牽涉嘅案件咧，其實就同黑暴咧係密切相關㗎。就講到佢喺2019年嘅10月份嘅時候咧，喺網上面就發表咗一個言論，佢就話佢要效法美國槍擊案而被捕嘅。咁而警方喺上門調查咗呢名男子之後咧，當其時就發現喺佢個睡房入邊咧就揾到2把用報紙包住嘅刀，一把咧就係28cm嘅長菜刀，同埋另外一把咧都係長刀嚟嘅。咁就以意圖作非法用途傷害他人咧就去起訴佢嘅。咁當其時咧佢就即係索取咗精神報告咧，就發現咧佢係有精神問題啦。咁佢過咗冇幾耐之後咧，其實就放翻出嚟。而早2日咧佢又發作啦，就去犯下咗呢個咁害人嘅奪命案件啦。咁的士司機咧就不幸過世咗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非常之注意咧身邊嘅人士啊。如果見到咧有啲疑似係呢個樣嘅人咧，記得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先好報警，就俾線報警方快啲去捉咗呢個人翻嚟啦。冇錯啊！如果見到可疑人物咧，就真係要報警啊！嗱，香港近年咧就淪為同新疆、台灣問題一樣，成為咗西人攻擊我哋國家嘅話題。咁啊，針對新疆咧，喺911嘅恐怖事件20週年嘅紀念日之前咧，海外嘅東突分裂分子咧就同西方嘅反華勢力咧就謀劃咗一個叫做維吾爾特別法庭啊！咁點解叫大家咧要留意有冇可疑人士咧？因為呢個法庭嘅證人咧，可能係用唔同嘅名一齊去出席啦，好多分身嘅，好多分身嘅都唔定啊，真係非常之可疑啊！今年嘅6月起咧，就1年有4日咧，就係喺英國倫敦嗰度舉行咗首輪嘅聽證會嘅，就去抹黑我哋國家侵犯咗新疆維吾爾族人嘅人權，同埋就種族滅絕維吾爾族人嘅。咁喺啱啱上個月咧，就不知不覺咁樣完成第2場嘅聽證會啦。咁啊，繼續揾嚟一班咧所謂嘅證人，繼續上演受迫害嘅戲碼。我哋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咧，早喺5月26號已經係回應咗事件㗎啦。佢就強調呢個所謂嘅維吾爾特別法庭咧，既唔能夠代表廣大嘅維吾爾族人，亦都根本唔係啲乜嘢法庭啊，只係一個謊言製造機。呢個謊言製造機咧，就係臭名遠播嘅反華分裂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去勾結反華勢力咧拼湊出嚟嘅，咁就搞咗呢一個所謂嘅聽證會啦。咁就專門咧就去生產同埋推銷一啲謊言，去攻擊同埋抹黑新疆，去干涉我哋中國嘅內政嘅。佢最終嘅目標咧就係為咗以疆制華，就好似過去19年咁啦，就係以我哋香港去制華。趙立堅就話呢個所謂嘅法庭咧，根本就唔係大家所理解嘅司法機構啊。雖然佢叫法庭啊，亦都唔係一個正式嘅司法程序，係冇任何嘅法律依據嘅。即係有班人咧喺度圍威喂咧，搞一個法庭出嚟嘅啫。其實係角色扮演嘅 showbox 嚟嘅，我都係上演舞台劇嘅一個平台嚟嘅。咁啊，本質就係披住法律外衣嘅舞台劇啦，係咪？就製造一啲輿論出嚟，就打住咧所謂嘅法庭嘅幌子咧，去掩人耳目、嘩眾取寵，亦都藉住呢樣嘢咧去攻擊同埋抹黑新疆嘅。咁我哋都可以整一個英美澳加特別法庭㗎。可以啊，澳洲一個軍事嘅法庭喺我哋香港嗰度做咁樣。然後大家咪輪流嚟聽證咯。我相信大家咧都會輪流去爭住做證人啊，因為受呢一個維吾爾特別法庭嘅啟發，原來上呢一個所謂嘅法庭咧嘅證人係有錢收喎，咁可以製造到好多就業嘅機會。即係呢個係更加荒唐啦！近日咧有人爆料，原來咧上呢個維吾爾特別法庭做證人咧，佢有錢收，而且更加係咧非常之可觀嘅收入嚟嘅。喺 Twitter 度咧就有一個叫做 Naka Hosha 嘅疑似海外東突分子嘅帳號咧，佢就喺上個月咧連發數個貼文嘅，咁啊質疑一個咧叫做黃雷戰嘅證人咧點解可以攞到咁高嘅證人費啊？而呢一個帳戶咧就更加係貼出咗2張圖啦，就公開咗咧呢個疑似嘅聽證會嘅證人出場嘅分裝比例啊！同工唔同酬，佢哋冇錯，同工唔同酬，咁啊一個人就包攬咗咧40%咁多嘅。大家知唔知咧？根據呢一個 Twitter 嘅帳戶啦，證人嘅出場費咧就總共係用咗10,700蚊英鎊。
咁啊，專家證人咧就攞到4萬英鎊啦，咁啊即係大約42萬嘅港元啊，佔咗40%嘅。事實證人咧就攞到17,700蚊嘅英鎊嘅，咁即係大約18萬港幣，就佔咗17% 左右啦。而佔個比例最大嘅咧就係呢一個叫做黃旅戰嘅匿名證人，佢就攞到43,000鎊嘅英鎊，亦即係45萬港元啊，咁啊佔咗43%。睇嚟佢係主角啊！如果係咁，一個人，佢真係主角 Iron Man 嚟嘅呢個係，因為到處都見到佢。而呢一個帳號咧就未有講明究竟呢啲錢咧係講緊邊一次嘅聽證會嘅出場費啊？唔知係一次嘅出場費啊，定還是2場聽證會嘅出場費咧？唔知道嘅。咁如果係一次咧，就真係哇，好好賺啊！一次你就有40幾萬。咁呢個 Nakahosha 咧，佢就話黃旅戰點解可以攞到咁高嘅證人費咧？佢就話法庭應該要俾個解釋，咁真係好好笑。呢個所謂嘅波士應該要解釋。首先呢個所謂嘅法庭明明就係用嚟攻擊我哋中國，話新疆維吾爾族人係冇人權啊嘛，係咪？但係而家咧呢個反中分子竟然咧係反建議呢一個所謂嘅聽證會咧，就要去審下點解呢個證人收得最多錢啊！我覺得其實都係勞資糾紛嚟咧，冇問佢老闆點解我隔離嗰個同事出糧多過我咁多，係咪離譜？咁呢個應該去勞資審裁處。而另一名叫做 Finlay Uyghur 嘅 Twitter 帳號咧，就貼出9月10號嘅幾名證人嘅訊息啊，其中一個咧就標注為黃禮讚。咁呢個人咧就係戴住黑眼鏡同埋口罩嘅，就唔夠膽咧以真面目去示人嘅。咁喺呢一個圖嗰度咧，佢就係戴住白色嘅口罩啦。咁呢個海外東突組織維吾爾人權項目咧，就曾經講過黃旅戰咧就係2018年被派到去新疆調查分裂活動嘅前警察嚟嘅。咁維吾爾法庭咧喺6月份有份策劃第一次嘅聽證會上面咧，呢一個人咧就有作證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啦 Nakahosha 咧佢就話有一個叫黃旅戰嘅人咧就係攞得最多嘅出場費嘅，而 Finlay Uyghur 咧佢就喺個 Twitter 嗰度踢爆咧呢一個黃旅戰咧曾經就係出席過第一場嘅聽證會。咁其實兩件事咧就可以對應翻啦。咁環球時報嘅記者咧就發現呢個自稱為前警察嘅黃旅戰咧喺10月5號嘅 CNN 報導入邊咧其實都出現過。但係佢就唔係叫做黃旅戰，即係個樣係嗰個人嚟嘅，個樣係嗰個人嚟嘅，因為戴住眼鏡其實你都認得到噶嘛，係咪？但係咧佢就唔係叫做黃旅戰，而係姓江，即係姓江嘅，係咪？好奇怪，咁啊真係即刻係黃又得，即刻變江亦得，得咗一個人兩個身份，好奇怪。但係佢上 CNN 咧，佢係戴住黑色口罩嘅，OK，即係白色黑色咁，但係其實個樣都係一樣嘅啫。唔緊要，咁做咩啫？佢大佬易下容啊，揾下嗰啲荷里活嗰啲化妝咁啊，整咗即係變個老啲都好啊！大佬，你呢啲錢都唔裝身，下次點樣用嚟離晒譜？40幾萬真，一啲都唔專業嘅呢一個證人。咪咯，臨時演員啊，都係演員啊。佢仲有咁多對白，佢基本上主角嚟嘅喎。你睇下佢嘅出場費喺個製作費入邊，佢係佔最大比例喎。喺呢一場戲入邊，我諗下次永不錄用啊，俾人發現咗。我覺得好好笑，同埋咧你可以睇得到啊，兩個身份咧，咁即係顯得多啲人噶嘛，即係俾人嘅感覺，哇有2個公安出嚟做證喎，仲唔係真嘅係咪？係啊，即係做出呢一個咁嘅效果，我就覺得好好笑，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個演員，好離譜。咁 CNN 咧喺今個月初咧就喺佢嘅報導度話，一個姓張嘅人咧就曾經係喺內地嗰度咧就做過警察嘅，咁啊更加係着埋咧警察嘅制服啦，亦都有帶埋咧所謂嘅官方文件啦，咁啊拍咗一個視頻嘅。但係 CNN 就話呢啲物品咧大部分都唔能夠公開嘅，因為要保護佢嘅身份啦。咁而咧 CNN 亦都承認咗咧係冇辦法去證實佢個講法係真定假嘅，但係有報導出街嘅。不要問，只要信。呢一個咧姓黃同淨係姓姜嘅人咧，佢上到去 CNN 咧話自己係前中國公安啦，亦都聲稱自己咧係喺中國入邊咧係曾經對維吾爾族人咧係採取系統性嘅酷刑，令到好多人咧都屈打成招嘅。咁我見到佢咧真係一人分飾幾角啊！又上 CNN 做訪問，然後又去所謂嘅聽證會用2個唔同嘅身份啦，有冇啲似曾相識嘅感覺呢？嗱，之前咧被西方媒體咧形容係香港著名嘅權威反中國人士嘅專欄作家江松間咧，佢喺社交媒體嗰度咧，直就係以華人嘅面孔咧作為佢嘅頭像嘅，咁啊自稱咧係本土嘅香港人啦。但係喺上年嘅8月咧，就被美國獨立調查報導網站灰色地帶 The Grey Zone 咧就踢爆佢嘅真身咧，其實就係前特赦組織嘅美國人 Brian Patrick Kern。
咁就係曾經咧好積極咁樣去參與2019年嘅黑暴。咁呢個西人 Brian Kern 咧就以江松間嘅名義啦，同埋一個亞洲男子嘅相咧作為頭像，由2015年3月咧開始已經喺 Twitter 嗰度咧就發表反中嘅文章㗎啦。咁個內容咧就之前係同佔中有關啦，咁去到19年當然咧就係同黑暴有關啦。而喺期間咧，其實佢都一直咧係獲得唔少嘅媒體嘅青睞嘅，更加有一個本地嘅英文網媒咧就邀請佢去發表專欄文章嘅，亦都不時咧去接受西方媒體嘅訪問嘅。咁呢個就係江松間啦嗰個角色啦，係。但係佢另外一個分身咧，佢自己嘅真身 Brian Kern 咧，佢亦都曾經咧係展現過喺鏡頭面前嘅。佢就去過一個6·4嘅集會，咁佢就以自己 Brian Kern 嘅身份去接受香港電台嘅訪問嘅。咁啊，因為咧佢講嘢嗰把聲啊，同之前江松間咧去接受訪問嗰把聲咧係一樣，所以咧就被揭發係同一個人。今次呢個唔知係姓黃定係姓江嘅公安證人咧，同 Brian Kern 江松間咧係如出一轍嘅，就係西人一貫督數嘅做法啦。今次咧同樣都係有美國獨立調查報導嘅網站灰色地帶 The Great Zone 咧去踢爆咗呢一個偽法庭背後嘅金主就係美國啊，即係都仲有啲正義嘅網站嘅。咁呢個所謂嘅維吾爾法庭咧，其實就係疆獨組織世維會資助嘅。咁呢一個偽法庭咧，從網站可以睇到啦。2020年嘅6月咧，呢個世維會嘅主席咧就正式要求咧去成立一個獨立嘅人民法庭，就去調查新疆對維吾爾族人所謂嘅一啲暴行啦，同埋有啲可能嘅種族滅絕嘅。咁世維會咧就提供咗大約10萬磅英鎊啦，即係多過100萬港幣啦，就去成為咗佢哋嘅資金嘅。咁剩翻落嚟嘅18萬5千蚊嘅英鎊資金咧，就係通過所謂嘅眾籌咧去募捐翻嚟嘅。但係咧個報道就話，實際上咧世維會基本上咧就係獨家嘅資金來源嚟嘅。因為所謂嘅眾籌咧，其實只係掩人耳目啦，虛張聲勢咁啊，講到好似好多人支持咁啊，但係其實咧都係得一個金主嘅。所以阿李華明講佢籌唔到錢，應該都係單一嘅一個籌款對象嚟嘅。喂，其實咁樣都講明咗啦，我哋19年黑暴啊，有好多嘅眾籌啊，係咪？其實都係假嘅，得一個金主，嗰個就係美國。係，咁當然都仲有啲散戶係傻傻戇戇咁樣入市啊，定但係可能真係散戶到我捐即係100蚊咁樣，係咯，大佬都有嘅，都有嘅。咁呢個美國調查性嘅報導網站灰色地帶 Great Zone 咧，除咗係之前踢爆咗西人 Brian Kern 扮華人江松間咧，亦都踢爆咗世維會背後嘅金主當中咧，就係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嘅，亦即係 NED。咁 NED 咧就向世維會提供咗幾百萬美元嘅資金嘅，咁包括喺2016年咧就直接係俾咗128萬嘅美元啦。而且咧，亦都為佢嘅附屬組織咧提供咗超過100萬嘅美元額外資金嘅。咁就呢一個證人分美元贓款不勻咧，趙立堅就進一步咁講到啦，就話咧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嘅第57場涉疆嘅問題發佈會上面咧，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咧亦都曾經講過啦，就話咧呢一個所謂嘅法庭啦，嗰啲言論係實在太假。而且我哋國家嘅發言人亦都講到啦，所謂嘅維吾爾特別法庭咧，就係恐怖分裂組織世維會資助嘅其中一個反華嘅平台嚟嘅，咁就冇任何嘅法律公信力啦。咁趙立堅就講啦，如果咧有關嘅報導係屬實嘅話咧，就再次證明所謂嘅維吾爾特別法庭咧，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謊言製造機。而呢一班嘅反華分子咧，就不惜花大量嘅金錢去請一啲騙子翻嚟。咁就為咗抹黑中國咧，呢啲西人真係可以話係無所不用其極嘅。所以咧，我哋嚟緊咧都一定係要搞好呢個國際嘅傳播工作啦，要有更加多人出嚟踢爆呢一啲嘅西方媒體啊，同埋呢一啲西方政客咧喺度密謀緊嘅一啲詭計咯。而我哋今次就正正同大家踢爆咗呢個所謂嘅維吾爾族特別法庭呢個陰謀係點啊！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希望你都中意我哋為大家嘅選材，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咧將影片廣傳開去，更加多人可以明辨是非嘅。如果未訂閱我哋 Y2K 大樹木頭嘅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開啟埋個通知，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留喺安全嘅地方。咁佢就發脾氣咧，就話如果咧佢哋唔理我嘅話咧，我咧好快就會決定退佢，我咧好快就會脫，我咧好快就會脫咯，我咧好快就會決定要退黨噶啦。你脫係咪啊？係啊，冇錯。